阿飛咧，我就非常堅定覺得要揾個男仔去同佢一齊合作嘅。咁最後我就揀咗 Phil 啦，Phil 好有耐性嘅，覺得 Phil 係非常之適合。嗰陣時我已經覺得佢把聲係好有 texture，同埋佢 image 所有嘢俾我覺得佢好係屬於 rock 咁樣。rock 好順理成章就係諗到樂隊啦。其實我一直都好中意 Alan 把聲。做導師係有一種壓力嘅，因為你要幫個學員去攞到佢最好嘅嘢出嚟。聽完 Cypher 問我可唔可以，如果我是陳奕迅嘅，見咗佢之後咧，我發覺揀黑色裙咪仲啱佢啦，因為佢把聲夠厚。最近比賽嘅成績唔太好啦，我由拎好高分變到入危險區，即係比賽進行到而家啦，個心態已經同一開始完全唔同。因為 Alan 佢呢段時間嘅 schedule tight，所以去到真係彩排嘅時候，佢先會真係第一次夾啊。Rock 係唔使排舞嘅 ，Rock 係中意做咩都得嘅，可以行落去都得嘅。喺 Rock 嘅世界係乜都得。我希望上一輪跌到谷底嘅我，今 round 可以爬翻起身。即係真係有個唱 rock 嘅歌手嚟同我唱 rock，俾咗好多自信心啊，同埋力量我去再 boost 大啲成件事啊！齊來狂野一次。